看大家真热烈讨论，即马真热的这个县市合并升格，这个直辖市的议题。中法官即马嘛发声，县长王惠美伫就职3周年活动中，讲到中法官的人口已经超过125万啊，加上有经济产业免修法，就使符合升级条件，应该成为第7都。中华人也无比人较细汉。 中华县长王惠美对镜头讲，直辖市升格条件唔免修法，中华就已经达标，会当直接升第7都。现在中央无先考虑到阮。 没资格的人都升格了，你看我们125万的县民一定跟我有一样的一个感受。王惠美认为，中华人口数已经超过125万人，加上精密机械、传统产业和历史能源产业拢有符合。即马地方制度法第4条规定，县市升格有2个要件：人口要达到125万人以上，伫咧政治、经济、文化和都市区的发展有特殊需要的地区。 不用修法，人口数也够，那条件也够，那特别是蔡总统他很关心的这个风力发电80%都还是在彰化哦。王惠美嘛强调，中华风力发电产业占全台湾80%，若要成都市，阮上适合。官府嘛已经向议会提案，而且县议会嘛审查通过。一府二路3万甲吼，中部上大的这个城市上早开发吼，应该呢爱个中部呢来增加一个直辖市。议会审查通过，县府24号嘛已经向中央提出申请。 我是蛮希望的，对，也是蛮想的。能够过啊，当然应该有机会。大部分的中华人拢真认同，想要变作都市，不过嘛有县民反对。感觉无甚好处，统筹分配款增高，但相对的人事升等的费用，这是个政治操作。 民众的看法无同，中华敢会当真做是全台湾的第7都，嘛是要看中央的拍算。